送出去。哦，拄则凊彩景的这段影片的声音足细声，这是Bluck 的迄个 violin concerto。violin 的协奏曲吼。OK， 咱今仔日要来读1644年3月23吼。顶一回咱甲3月2迄天甲读煞吼。3月2就是甲即个地方会议迄详细过程吼，自头到尾记甲足详细吼。咱甲读过啊。今仔日是阮即只改变时间的头一天，就是迄个夏令时间结束吼。所以即嘛，我较早是拢9点半开始读嘛吼，暗时9点半，即嘛是暗时8点半吼。希望安尼较袂读甲爱困啦吼，无读甲10点过吼，我定来挡袂牢。但是我发现讲，其实我爱困袂爱困，其实含时间读的时间无啥关系，主要是读的内容哦。你若你记牢，我就开始爱困吼。好，3月22、3月23，伫赤坎为着农地吼，用约500个西南人开始建造对赤坎到新港的迄条新开辟的道路。开辟的辟吼，我早一个是要哪读？我拄则是学去读了吼。看一下甘字典吼。另外呢，我定人其实我虽然我定看查甘字典，你看讲这汉字要哪读吼，但是你若去拄了读地名吼、地方名的时阵吼，是参考尔吼，毋对的机会影响是诚大吼。比如讲，咱之前一直咧读迄个所在，我毋知影要读吼，迄个兴达港，就是嘛高雄县的新达港吼。当然我查即个甘字典是读做尧嘛吼，尧禹什么？尧舜禹汤什么吼？即个迄个尧吼，读做尧。但是呢，我昨昏伫个看王家英先生伊的有一段 YouTube 的，伊咧讲这台湾史吼，我听伊读做尧吼尧港，所以我一开始是读对的啦吼。我讲一开始就是足初伫个即个李兰家乡，是看即个地名时，我迄当是读对，因为我较早印象有人读尧港吼。所以我伫想讲是尧港，结果我去真正认真去查即个甘字典上颠倒读毋对去吼。我嘛袂当讲读毋对啦，就是讲颠倒含学术界，就像王家英这老前辈因的即个知影即个音无共吼。所以咱以老前辈所传的即音为准啦吼。王家英先生讲尧港，咱就以后就读尧港吼。这只这个开辟的辟呢，华语开辟啦吼，咱应该读做开辟吼，辟是PIT 第8声吼，开辟吼。好，即天的日子一开始就讲，伫赤坎为着农地吼，用500个西南人开始咧建造对赤坎到新港。赤坎就是台南市，即嘛台南市到新港，新港是啥物所在？我阁袂记啊吼。歹势啦吼，这真重要的所在，结果我定来阁袂记。新港文书吼，新港文书顶顶要找即个新港所在，即个所在啥？找袂到，因为这毋是叫这个名啦吼。新
新港。新港文书、新港社啦，吼，应该是爱查这个新港社。好，查新港社伫遮吼，新港社，逐类，伊个名叫逐类，拍逐好噜，细拉个叫逐类。新市吼，台南新市，高速公路有经过无？我若敢若印象敢若有。我咧现地图啦，吼，我若一查资料就放去吼。有啦吼，新市2条高速公路拢有经过吼，1号、3号拢有经过，啊8号小接的这条8号拢绝大部分伫个即个新市吼。西边是安定，东边是新市。我是讲即个高速公路1号啦吼。好，就是对台南市区到新市吼，到新港即段路。开始建造新开辟的这条道路吼，用约500个新仔人吼。敢若这几句我为啥看遮久呢？因为我感觉这句足重要吼。这段这几句话足重要吼。我感觉啦吼，对台南市开路到新市到新港遮吼，用500个新仔人吼。这500个人是啥物概念呢？我拄好敢若是我讲，我最近听王家英先生迄段 YouTube， 你即卖应该嘛我推荐家己有兴趣的，当去查看觅吼。是敢若是叫做老番的历史吼，老番。我搁查一下吼，要记。老番的历史吼，YouTube 我应该用 YouTube 查才对。好，王家兴先生老番的台湾史吼，第1集，我毋知有第2集无，我敢若看第1集尔。我即马去查嘛，敢若有第1集尔吼。老番的台湾史，直接用台湾史来查，用正确的名字看觅啊。台湾史。所以敢若即集尔吼，诚珍贵吼。王家英先生吼，伊伫 YouTube 遮有一个人叫做Bear Post 吼，帮伊搭一个影片吼，是讲台湾历史。我看一下国史馆线顶讲堂，这是啥？
再注册吼，国史馆线顶讲堂。这内底看起来真侪资料，真侪有料的物件吼。各位有兴趣再去现看嘛？我甲注记起来，有机会我再来看吼。不mark一下，不mark。我伫咧即个老番的台湾史吼，伊内底讲，陈成功攻打台湾是一个啥物概念呢？吼，当然这概念我较早是有，但是数字我是无注意着。伊讲陈成功用3万的兵哦吼，攻打日兰遮城，内底不过。QQ 我来可能敢若500个兵尔，500个人吼，城内500个人，用3万个兵攻一个城500个人，结果攻9个月才攻袂落，其实是攻袂落吼，要不是用抗衡诶，内底城内诶人投降，陈成功才算拍赢吼。所以陈成功拍台湾诶概念是安尼吼，3万个士兵去拍500个即个荷兰人诶。即个台南遮城，500个人即个台南遮城吼，500个人吼，伊这是即个数字，我是今仔昨昏看即个影片内底，我才注意讲即个数字吼，超过500个人吼。之前我当然无，我知影当然人无介侪啦，一个城了，迄个城袂讲介大吼，无可能几千人吼，几万人还是无可能吼。所以起码敢若开一条路，伊就用500个新仔人吼，就去请500个新仔人来开一条路。好，咱继续看吼，伫赤坎甲新港中间的迄2条大河川，即2条大河川是对2条大河川，我看下地图。赤坎到新港的2条大河川，我刚才看了一条呢，地图顶啦吼。一条这是啥物河川啊？一条是啥物溪啊？两条，因为较足晏的，所以我看着一条呢。歹势是一条是咸水溪吼，另外一条迄是嘉南大圳的大排啦，迄算人工挖出来，我毋知影迄这算是第2条，应该毋是啦吼。这是第2条，这第2条是对一条我都毋知啊吼。咸水溪是遮大条的一条啦吼。另外一条是毋是？我毋知吼。好，不要紧。你敢若上无你爱知影讲，赤坎到新港中间有一条足大条的吼，咸水溪。咱有读着无？我记得敢若无读着吼，就是一开始咱。各位毋知各位记哦，咱一开始咧读即个日记的时阵，因着咧讲因咧传兵传兵啊吼，开始咧招兵，开始咧组织兵，准备要去拍。我若无记毋对，就是拍新港社，还是迄个另外一个社啦吼，我袂记诶。伊去拍即个北平的即个番社，为虾米？就是咱读个日记内底无写详细的情形哦。因要去拍的时候，就是因有一道因请一寡即个番民吼，拜托斗相共因过溪，所以我讲斗相共就是较早要过溪，即个荷兰人是徛伫个即个原住民的即个井架头，就是要怎讲？坐伫个井架头，就是用因甲卷过的就对啦吼，用2个井架头，甲一个人安尼，一个安尼甲带过去，甲卷过去吼。较早，结果即寡番民吼，原住民啦吼，伫个过溪半中，就逐个拢做一个鼓来，甲迄个硬甲迄外荷兰人士兵甲拖咧水，甲淹死啊，浸死几啊10人吼。
一道死几十人的吼。啊，所以荷兰人，咱伫咧开始要读个日记的时阵，就开始讲因要去拍迄个所在吼。我才袂记迄个所在，啥物所在？袂记迄是新港迄只，还是迄个大北港迄啥？迄边吼，我袂记喺倒位啊吼。我伫就是含即条溪有关系啦吼，咸水溪。好，咱搁转来。日志遮吼，讲因伫咧新坎甲新港中间的迄两条大河川，要甲桥做甲会当互车辆，会当互车会当便利车通行。即寡工程即嘛已经大部分完成，完成大部分。因此，沿岸议长就转来即个城堡，主令几个代表继续推动上述的工程，吼。就是今仔日特别记即个工程吼。同时有3只高野船出航，要去南方载石好甲新茶，载16个人。我伫个老番的台湾史内底，看到王家英先生讲到高野船吼，但是我已经袂记内容啊，因为伊是一句话就讲过啊。但是我迄阵一听我就知影，伊讲的即高野船就是我伫个日志顶来看到吼，因为拼音的写法无共，但是发音是一模一样吼。好，今仔日这日志其实足短的三纸尔啦吼，但是我感觉足重要吼。伊讲到伫个赤坎甲新港社中间的即个道路工程吼，啊，佮有造桥吼，毋是干那路尔，佮有桥嘛，最好会当通行吼。啊。我毋知影即路即嘛是毋是佫有留落来吼？我讲的留落来就是讲，是毋是即嘛现代道路有对一条路，就是以即条为基础去做出来吼？我认为就是有可能就是即嘛的纵贯线、第一线、一号公路啦吼，台一线吼，各位所知影，较早叫做一号省道啦吼，台一线。你若即摆看台一线吼，就是对台南市上北新市区过去的吼，啊，过新市则过上北去善化，啊，过倒位呢？再过我对关田吼，安尼，即条是台一线纵贯路就对啦吼，纵贯路是等于是台湾上早的南北，人讲南北二路，南北二路就是南就是高雄，北就是即个彰化、嘉义、彰化这，所以南北二路就是这两条路吼。我咧摇吼，即条台一线就是荷兰人因所开出来即条路最基础来建造的吼。当然我是无证据啦，我就直接看今仔日安尼讲起即段历史，我就认为应该是啦吼。而且百面是哦，各位若有兴趣再去查吼，即会使对你若讲即嘛查无资料，你甲即个资料啥物各方面各种证据去查出来，你就写一篇即个硕士论文啦吼。若有资料就是毋免啦，就无价值啦吼。一篇一纸你就可能就看过吼，你再去查看嘛，看是吼。就是荷兰人伫1644年3月2223即天所讲的即条路，是毋是就是台一线是台南市到新市吼？好，3月24，咱继续看咧。3月24早起，上设商务员 Cornelis Caesar 先生带领30个士兵出发去北区的村社，要去遐拜访，去遐访问啦吼，并且要去甲拍落啊腊肠要甲关起来吼，要去通过腊肠的生仔人，必须要伫本个月底吼，确实要离开腊肠吼。抑个日常无用伫收买花仔，为着要啥？为腰啊红还是为啥？为要彩虹，看这些瓷器，伊还华语安尼写我就看无啊吼。费真侪时间甲功夫，歹势，最后一句看无吼。3月25，
北方乌阴天，一直到现在一直慢条斯理大家来即只食心的即个芳船，今仔日准备好会当出航前龙时啦，阮就写一张恭维的批信，恭维的书信家父相当的礼物，要送去予官员一官田志良，用来感谢伊做军派船队时载来遮尔侪有路用的好物，就是遮新的芳船的船长。歹，遮尔有路用好物，并且希望伊继续派船载货过来，等等，并且为着要促进贸易，也赠送一寡胡椒甲大香肉等等的物件，互生意人本地克和生意人和本地克的后生，就是食心的芳船的船长，以及路嗲，别号叫做食心诺和三水，因为上述即寡人拢预定明仔载要同齐出航前往时不过你要讲袂当遮尔紧就出航，还佫会延前2-3天今仔日快艇 Briskens 号来靠岸，要来增运石火等等的物件，要送去淡水建造碉堡。今仔日有一只芳船出航前往芒港，要去载石火。再有10个人，也有一只芳船出航前往南方去载茶，载5个人。3月26。有凉快东北风，今仔日甲遥欠缺的即个日本甲祖国所需求的好物，是生意人来定买严肃来甲因讲，爱紧载过来并且爱载好的好物来答应因讲会用悬的价数来收买因真确定来答应，将会如此办理。愿上帝予代志如此完成。3月28，风游员唱昨昏，乌阴天无值得特别记载的事。3月29，有北风好天，今仔日早起，生理人本地该动其他的生理人来议长示行，已经准备好，今仔日要坐伊的芳船出航。但是因为小可有强风，所以还佫继续停泊伫。今仔日议长甲福尔摩沙议会决议，阮将会派快艇 Briskens 号伫佫再来的4月10号载石火去淡水，用来建造迄座新的碉堡。该快艇到遐，并且甲所在石火落了后，就可能漏到一字就要载石火去淡水的款佫写毋对去。用来建造迄座新的碉堡，该快艇到遐，并且甲所在石火落来了后，就要航往归人去甲迄座拆落来石城堡，就是西班牙人的城堡拆了即个柴甲石头甲一寡土炭会当装偌济就载偌济，运来淡水到以及即个台湾遮。也决议，因为归人迄个留落来的灵宝还未号名，所以决定要称作 North Holland。North Holland， 伫咧通道上的迄座圆堡。会称作 Victoria， 而且为着要伫咧淡水大坎适合建造上述碉堡的地点，并且要伫咧近期开始动工建造，将会派队长 Peter Boone 为代表前往淡水。也决议为着要方便阮的驻军，将允准西那人去归人甲淡水，住伫阮的城堡下面。阮要缴纳含伫台湾因爱缴纳含伫台湾所缴纳同款的税金以外，
该落的时也是爱落吼。还佫有团岛 Mauricanius， 伫伊家己的请求之下，决定要弃用做政务员，因为目前的状况迄边也是需要政务员详情记载伫上述的决议录内底。我这两天看到淡水遐，淡水和八里中间有一班大桥吼，即班大桥，敢若是叫做淡水大桥吼，即嘛搁咧起啦吼。我是看了较旧的新闻，是讲即班大桥伫个2024年要完工吼，但是我毋知吼，无听消息，2024年要结束啊吼，若无就明年吼，可能就会完工吼。淡水大桥吼，当然伊伫个交通上的有足多重大意义啦吼，毋过我会去注意即条大桥，毋是交通问题啦吼，是因为即条大桥，即班大桥是一个建筑师叫做 Zaha Hadid 吼，伊是敢若是伊拉克的人吼，后来入英国籍吼，是一个。伊的作品其实足水的吼，伊的作品若有兴趣，当去查吼 ，Zaha Hadid ZAHA 吼 ，HARDY 吼，伊的作品足水啊！甚至我这两天专工想要走去，因为伊伫纽约嘛，敢有一间厝，但是是私人的财产吼，毋是公共建物啦，我的意思是安尼吼。伊伫咧台湾吼。敢若是为伊的作品吼，为伊的作品，因为较早本来台中迄个古根汉迄个博物馆，敢若是伊要互伊做，结果敢若即个博物馆是后来是敢若叫做台中歌剧院吼，到尾是第一表是就是应该讲迄当阵竞图第一名就是扎哈迪的作品。但是听讲是因为经费伤悬，所以就无做。到尾去第二表摕日本人摕去吼。所以真可惜吼，你看袂到扎哈迪所设计迄个公共建物吼，博物馆啊，其实足水的吼。我若看，我就感觉伊迄个造型吼，我真介意啦吼。即个，但是即个建筑师伫个。敢若是2016年的时阵，心脏病过身啦吼，伊是富林人啦吼，敢若60岁，真少年啊，我袂记几岁吼，过身的时阵，所以即嘛即班桥啊，即班伊设计即班桥啊吼，算是伊的遗作啦吼，伊过身了的作品吼，我即嘛地图应该是佫看袂到吼，我现一下。迄个 Google 迄个卫星图吼，已经看会到卫星图已经看会到一边啊吼，就是中一支，伊是一支中一支一支变啊悬塔，甲迄个网啊建起来，伊是迄个用锁啊吊的即个桥吼，锁啊吊起来桥，伊是靠中一支塔。即支塔200米吼，200公尺吼，好悬的吼。你若想看嘛，200公尺是几老悬？你200公尺，咱算3公尺，3公尺算一楼，你就知影几老悬啦吼，60几楼悬吼，66楼悬。你若算讲是一栋大楼。66楼的大楼嘛，好悬的吼，真好惊人的一栋大楼吼。所以以后你伫个淡水的出海口吼，淡水甲八里中间即个接八里对岸，就是八里13行迄个文化宫13行，还有一个历史博物馆吼。伫个即只伫遮要起即座大桥吼，一定是足明显的啦。你以后去淡水遐吼，应该远远就看会到吼，因为足悬的吼。而且是对八里即边过吼，拢看会到。当然，即条桥
做了后，以后对北里到即个淡水是足近的吼，足方便的嘛。但是我当然我是搁较期待讲会当看到迄个扎哈迪作品的完成吼。好，为什么讲你遮？因为我想到淡水，我就想到我即两天看到即个扎哈迪吼。好，继续来读日志。3月29。3月29因读煞，3月30。咱若读日志，开讲我是拢袂爱困吼。风甲天气犹原像昨昏。今仔日早起上述旁船吼，你会当去 Google 一下淡水大桥的图啦吼，可能会当看到伊即个设计图。有啊，有吼，有看到。我有搭伫遐。安尼啊，我嘛来看一下。我真正水，伊即马是讲2005年才年底，所以讲所以末年正常啦，工程去签着，即咱会当理解啦吼。上惊是毋做尔，若要做是，就算逐一工贴一道砖仔嘛是甲你贴起来，最后嘛是甲你做起来吼。我来看一下即个图，看一下吼，赏心悦目，心情我舒爽的。真正水。我讲无看到淡水大桥的，有遮一张图。好，各位以后看会到吼，即大班的桥，淡江大桥还是淡水大桥？我是毋是？我敢若叫淡江大桥啦。淡江大桥。对，我名拍毋对去，所以因为淡水色照，就是淡水的黄昏的时阵，日头拄要落即个海吼，对即个淡水出海口看过，是足水的。所以迄当阵要起即班桥啊，是有人咧反对讲，你袂当破坏即个景吼。当然我相信，一个优秀的工程师建筑师咧设计的时阵，是绝对有考虑到讲要安怎互即个景会当。含即个桥是看起来是袂冲突的吼。有一张图，我毋知即图是安怎做出来吼。迄图是应该是电脑画的啦吼，看是足水啊，就是即个桥袂互你感觉讲是去破坏着即个你看即个日落的即个景吼。希望啦吼，明年各位有机会后年就会当去遐去看吼，足水的。好，咱继续来读日志吼。3月30，1644年3月30日，风甲天气如同昨日吼，昨昏啦吼。早起上述的旁船趁着陆风出航前往时啊，就是载一寡人、一寡重要的行李人的即只船吼。因岸快艇 Breskens 已经装满就好甲砖啊。将会伫个4月初9或者是10号出航前往淡水甲贵人，袂当伫个即以前航往淡水的原因，是因为强烈的北风伫淡水，伫遐是北风吼，真容易靠浅吼。讲强烈的北风伫淡水，靠了比厝地还佫较久吼。今仔日有就是风伤透啦吼。今仔日有4只旁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再有各种的商品，其中一如上述有Ben Jack， 进前拢是 Ben Jack 旁船吼，其中有 Ben Jack 的旁船，船顶有行李人加新路甲即个山水等的人吼，合计载400个人，哇！这是我那一只船好大只吼。要到中达的时阵，议长出发前往赤坎去视察迄条通往新港的新的道路吼。
要到中大的时阵，议长处罚前龙赤坎吼，要去视察迄条通往新港的新的道路，以及下个河川的石头桥梁的建造情形吼。上述的道路的长度伊无写吼，空白，就是约略有个1/4里长吼，即个里又会对注脚讲是 road， 古早的长度单位 road ROEDE 吼，就是12尺，是一路的即个计算的长度。当时阿姆斯特丹的 void 一尺吼，一尺差不多是28公分，一迈呢长度是7400公尺吼。即到位啊所讲该道路的长度吼，有个1/4迈吼，就是上长嘛袂超过10公里。但是下面5月8号迄条有记载讲，该道路的建造是对咸水溪到小浪吼，就是小浪个小浪吼，就是即马台南县三叶江溪到台南县嘉里镇，至少嘛有20公里吼。所以即条道路，你若讲是拄则伊即注脚所讲的，对咸水溪到小浪。就是三叶江溪到嘉里，安尼就和我拄则讲的无共啊吼。到嘉里较外海即边嘛，我记的是较外海即边。嘉里对啊，我感觉伊即马5月8号讲的即条毋是啊，因为嘉里毋是新港嘛，新港是即马的新市嘛。嘉里敢若是叫做大目港迄边啊，麻豆大目港。哦，咱拄则讲日子一开始讲要去拍麻豆社啦，吼，拄则咱直直想袂起来，就是麻豆社啦。对。嘿，麻豆社。我有包枪底下。嘿，啊，所以因过迄条溪可能毋是咸水溪啦，吼。你若讲麻豆社，可能是过闸门溪，吼。OK， 我，嘿，我已经袂记啊，我敢若会记有即代志，袂记详细地名、什么地点拢袂记啊。好，啊，所以呢，到底是即条路是对一条呢？你若讲是对咸水溪到嘉里即条吼，我毋知三叶江溪是对一条溪啦，我看找会到诶。三叶江溪，三叶公司吼，三叶江应该是三太子吧，吼。哎呀，三叶江溪，嘛汉古三叶江溪是伫个搁较南边啊呢，台南市的南边遮呢。台南市的东南边啦，一条溪叫三叶江，到仁德啦吼，到仁德老对即个奇美博物馆迄边啊出海接即条台南高雄中央的即条溪叫啥？二林溪。好啦，就是讲三叶江溪伫遮吼，但若是讲三叶江溪往嘉里迄条路的方向吼，伊即马来看是有一条，即马应该算是省道的款，19号省道吼。这应该嘛是荷兰人所，若讲起来嘛，应该是荷兰人做道路的基础所建造的公路啦吼。1号19路真正毋是故意所想的，有诶是，若敢若是忽然间生出来吼。足侪为你开路诶时阵，为着方便，拢是以早所行诶旧道路做基础来一条一节接起来吼。所以我才安尼摇吼。好，咱继续转来日志遮吼。
讲即条路差不多又过1/4里长吼，是讲一英里一里啦，一荷兰里啦，7.4迈嘛吼，嘛7400公尺啦，7.4公里啦吼，7400公里，7400公尺吼，7400公尺，差不多9公里嘛。9公里，即嘛对台南到新市遮，差不多嘛是差不多10外公里，10公里出头尔吼。我是讲直线距离啦吼。所以我认为应该是即条台一线无毋对啦吼。好，咱继续来看日子。3月31。3月31有2只胖船来自安海，2只对烈士来，3只对金门来，合计载来下底的物件吼。90包90篮的布料、空眼布甲抹布，15担的黄金，60担的面环，20担冰糖，20担面粉，1000稻米，500罐鲜奶麦仔酒，100担盐甲70捆茶棒。合计载130个人，因报告讲，昨暗伫咧平湖看见3只细只海贼船，而且有搁较侪货物会当对新仔载来，但是伫咧安海因欠缺船只增温吼，本地客的胖船到安海了后，无枵疑吼，无疑问，就是会正常已经。放伫咧安海的货物，随时载过来台湾遮，等等所讲伫咧时仔，因为欠缺船只，所以袂当甲阮载回来。即种讲法吼，即种说辞吼，说辞吼，聊上吼，你要讲是无聊的顿词吼，顿词啦吼，就靠就对啦吼。今仔日有2只胖船出航前往新仔沿海，载底舱们载87个人。要暗啊，议长对赤坎转来，看见迄条道路以及赤坎是台南市区嘛吼，转来即个台南遮城，就是安平遮吼。议长对赤坎转来，看见迄条道路以及行过2条河川的迄2座桥，拢已经真适当来起造吼，起了诚热闹就对啦吼。该道路建造进行，大石头的桥、基础的电灯拢真顺利。电应该是读电啦吼，电灯我查一下吼，电顶。哎呀，我的书电查对去，搁开机啊！监理电，好，电灯吼，电吼 ，TIAN 第7声。讲大石头桥基础的电灯拢真顺利吼，讲道路起造吼，桥梁的起造吼，拢真顺利，所以无偌久，全部工程就会当应该是竣工吧。我查一下这里，就会当完工就对啦吼。竣工。读做竣吼，竣变调变竣工吼，工程名笔就是竣吼。好，咱3个已经读煞吼，1644年过来，咱来读遐4个，剩10分钟，剩不9分钟了吼，加减读一寡。4月初
强烈的东北风打扫的天，今仔日协股就是马啦吼，赤股吼，协股对希腊所载来货物全部协股完毕，总计是8000外里尔，其中2874里尔以护照甲其他商品来交易，收到中枢 Osenberger 对芒港寄来一张批，得悉因为继续的强风豪雨吼，透风落雨，日常继续沉没的威利森跟碉堡的石头真少抢救会起来，因已经为此全力用尽办法了吼。什么叫做日常继续沉没？即个就是即个碉堡去互海用拍歹去啊！吼，这是咱之前就知影，即个碉堡起偌久就拍歹去吼。啊，所以因即嘛要甲迄石头啊、甲砖啊，要抢救起来用啦吼。但是即只看也是救会当救转来无介济啦吼。4月初2，北风好天，今仔日海贼金王吼。KIMWANGHGH 金，我著读金王啦吼。金王甲几个伊的共党已经互应有的处罚吼，就是即个海贼已经掠着吼。甲什么处罚呢？咱来看伊对注脚写讲，希腊海贼金王和伊的随从伫1644年4月初2被处死，参阅巴达米亚城日志吼。所以巴达里就伫印尼迄边的记载，可能较详细，电脑较详细吼。这只是敢若一句话讲个处罚尔，其实是就是死刑吼。是今仔执行，团岛Marquinhos 带领13个士兵出发，要去南方访问，并且去带领迄寡村社酋长来参加地方会议，毋是办过啊，伊要搁办一遍吼。好，继续4月初3，风甲天气像昨昏。早起，庞船 Brock 号对避南载着征收来的说客，伊拢进前写说客，其实拢毋是钱吼。我拢甲读税金啦吼，但是应该是说客吼，说客吼，氪金迄个氪吼，说客讲今仔早起庞船 Brock 号对避南载着征收来的说客吼，就是落坡甲稻啊、甲米啦吼、甲切啦吼，来到此地。早来甲即个下士 Cornelis van der Linde 的一张批甲砸来，写讲伊将会伫个预定的时间以前会当。含迄甲位仔的村社长老甲领袖来参加地方会议，也传话到规个东边的村社吼，详情记载伫该函。今仔日有一只庞船对南方载新茶转来，载10个人，也有2只对西南沿海来到遮，一只来自沿海，另外一只对烈士来载来。600稻米、17包空眼布、500罐西那米酒，甲30担的盐，载26个人。4月初4，有微弱的南风，炎热，互人真野性的天气。庞船 Brock 号载来货物，落坡甲稻啊，甲稻米吼。已经落了，即寡货物相当的好，打扫而且吼品质诚好。该船随派去台湾市镇后面，要去遐准备，以便会当搁再随时出航。今仔日有5只庞船对南方来，载新茶、咸鱼甲石好，载35个人。即个鱼吼甲猪吼。这是较早
阮听阮老师阮的长辈咧读法，阮阿公啦吼，阮阿婶嘛吼，因咧读河都吼，我尽量想要甲我家己的腔口扣转来吼，这是老东湾腔啦吼，阮海口的海边啊，泉州老东湾腔，河都吼。好，4月初5，风甲天气又圆像昨昏。为什么我专门讲起河甲都？就是我最近伫个安慧英先生伊最近一期的即个录音吼，伫 YouTube 你找会着吼。叫啥我袂记，迄个我袂记伊 YouTube 的名叫啥？伊这是。像安慧仁教授，因这是学问足饱，因所知捌，因腹肚内所知的物件，读较来所知的物件吼，讲实在是我的万百倍吼。但是你看迄做迄 YouTube 吼，加我来无10个人咧看吼。当然因敢若毋是敢若搭伫 YouTube 啦，别个即个频道嘛有啦吼，别个所在，别个平台嘛有。我毋知迄个别位平台是毋是较侪人咧看吼 ？YouTube 敢若10个，我可能是我上早一批看。我看要安怎早者，各位有兴趣再去看吼。迄是当然内底是足侪影片倒落啊，敢若10分钟左右尔吼。啊，所以内容毋是讲介侪，但是每一遍伫内底都总是会当听着我所毋知影吼。我要安怎做呢？我较早捌甲各位推荐过一遍啦吼，但是我是感觉节目做了，无讲介好啦吼。我讲无讲介好，毋是无好，内底无内容吼，毋是，我是讲无足吸引人会想要去听，还是去看吼。迄除非是知影你真正捌好的人，知影讲即个。无，其实你就干那看迄个洪伟仁哟，你干那看个外表安尼看，你是袂想无迄个引袂起你的兴趣去看即段影片吼。迄是叫啥物啊？最近的录音的节目，我煞找袂着呢。好，叫做阿土伯开讲吼，你若有兴趣，较查看觅。伊最近的即个阿土伯开讲，即个 YouTuber 叫做即马讲台语吼，所以你即马讲台语吼，土伯开讲。我看伊每一段影片看的次数是差不多100-200遍啦吼。因为我拢足早看，我看的时阵拢10个几，因一大期我就入去听，我就去看吼。最近一期叫做台语的多元腔调吼。所以再讲起着我咧讲的，我定定伫遮读书用的即个老东湾腔吼。因为我相信各位敢若听我讲老东湾腔，我咧读的时阵哦，恁着听了足袂惯势。我讲鱼，我讲在地床焖吼，着物件啦吼，地床焖食鱼食猪，恁着听了可能是感觉诚牙药吼。但是这就是阮的腔口啊吼，所以我着要甲扣转来。但是全世界啊，敢若我咧讲，我嘛讲，莫讲你听甲牙药，我读甲嘛牙药，我嘛感觉歹势吼。事实上这就是阮的腔口啦吼。所以我去看伊的影片内底讲台湾的多元的腔调的时阵吼，其实是对我家己来讲是诚大鼓励吼。好，
咱甲4月初5读个煞吼，风甲天气像昨昏，今仔日才甲花仔收割完毕，因为在来的人慢条斯理，有几工静候无交易，最后由生理人责任，又搁写做责任吼。再来是上精美也符合样品吼，彩绘比生理人招实吼所在来搁较好吼，对位顶头迄个位的迄个度啦吼。今仔日有3只胖船对南方载新茶甲盐河来，载23个人，也有1只高野船出航去南方载新茶，载8个人。好，4月初5，即马32分啊吼。拄则爸比讲有笔记吼，17条，咱小看一下吼。辽港吼，拄则讲的辽港、新社。新市吼，西拉雅4个社吼，新港社、小人社、北加里湾社，甲即个磨豆社。然后拄仔讲是磨豆社事件吼，淡江大桥在哈哈地。好。30年的时间，因为一开始我讲有人反对嘛吼，而且伊迄建造吼，毋是遮好起啦吼，尤其是即个扎哈地后来即个设计吼，大家看了哇，中间起一栋大楼60外层，你来想看觅吼，伫咧即个淡水河的河中就对啦，要起即个塔吼，要建迄个所在塔，60几楼，200米，你就想看觅是毋痟诶？你若想嘛，感觉是痟诶吼。好啦，安尼到遮吼。来归房，感谢各位，明仔载再搁继续来谈吼。